来看两个牛羊家的故事。喺花莲公益的各位新年的牛羊艺术家罗飞喜，同改度的妈妈穷养，生活重点就开录係新年的。7年前，爷爷对送上子出世，牛羊羊头就开录对顿新年的。我等到新年的读幼稚園過後，羅飛喜能先幹聯絡一下，自家竟然為愛養新年的。嗰時候，佢開始同羊頭轉向，用佢自家的方式，為新年的同自家。向下出現喺相片導航，用影像來看自家韓國同新年的一個關係。Hello， 這是花蓮的新的公園。雨啊，掉下來哦！掉得太快嗎？要快一點嗎？要。滿足嘅笑容都係幸福，出場至百家種族呢，羅飛喜也做翕相機，攞翕死呢先種嚟當咗個團。到處移動，沒辦法拍，等到累了才可以。前40分鐘他們在玩，我後面20分鐘拍照，大概就是等他玩累了，不然他不會定住啊。像剛才他就攀爬，然後又旋轉，然後又這個吊索。等到新年呢合點嚟，除咗家樂嘅夾條鋪，仲繞空快門，輪到新年呢向下翕相。很多失敗的照片，可能畫面裡面只有一個小孩，或者小孩身體在我後面，只露出一隻腳，或者小孩的臉是朝後面的，就是有各種狀況。他會因為他不能受控制嘛，所以就是變成我來配合他們。哦，有一張啦，你看，翕相不足，可能搶住做係選公界。不過羅飛喜講，佢都享受親自橋下嘅時間，特別嘅係佢用各種形式，而自家啲相片啲都也看得到。我今年在想那個搖的形式的那個轉變啊，其實他們比較小的時候，大概媽媽的很多心思時間都在他們身上嘛，他們的需求是更多的，所以那個時候就身體晃得比較厲害，就是模糊的程度比較高。羅飛喜睇學做學入章，幫每行出軌系統入章啱要數，就讓上創造已經20兩件，只對劉鳳推出世過後，讓頭全國翕成癮呢。沒有小孩之前拍的就是我對外面世界的觀察嘛，跟關注。那等到他們出生之後，當然相機影像都變成完全是他們了。小孩子的成長過程各種記錄嘛。要先挖嗎？還是要先吃東西？我們要在這邊挖。好。媽媽，我的鞋子裡面都是沙子。你要先吃。不單都寫住翕成癮呢，一直到劉鳳推系統就已經過後，羅飛喜就開始攞翕相機轉向，攞自家也翕落去。為到成癮呢，為系統做之戰，羅飛喜仲嚟東道時間攞成癮呢做心理檢查，除係更加的圍繞。他們說，學教育馬莎啊，會做馬街啊，叫他去點心啊，叫他走得準，就是花了蠻多時間跟他講學校會發生什麼事，而且去參觀了好幾次。然後結果開學第一天，他們很開心，沒有人哭，然後邊走邊哭回家的是我。咁樣嘅結果連自家都想唔到，轉到屋下電腦打開來，點看成癮嘅相片。我就意識到自己這個分離焦慮，我就開始把相機轉向自己，來記錄自己的心情的轉變跟親子關係的轉變。所以這個是第一章。成癮嘅5點下課過後，就突然見到佢回身壓餐，等到做得翕相，已經6點半過嚟。小孩的時間是很長的嘛，很漫長揮霍，可是媽媽的時間就是零零碎碎的，而且常常媽媽人在這邊，可是心裡還在想很多其他的事情，所以用小孩清楚、媽媽身體模糊的方式來呈現媽媽的內心世界。我的小孩剛好就是在1到3歲這個年紀，然後我覺得非常感同身受。小孩在跟他互動的過程裡面，他其實心思已經飛走了，然後這個畫面被透過攝影的手法凝結了那個瞬間的時候，我們自己在觀看的過程裡面，也的確是看到了很多對話的方式。媽媽也很多常常要抓狂想尖叫的時候，可是你不能在小孩面前大叫嘛，所以就把它隱藏一點點。對，就很想自己隱藏起來，這樣是，對。可是用影像的方式。兩種電腦飛機每家溜當翕嘅相片，也係電腦成癮嘅高甜咧，贊助世界欠快門。
莫名其妙2个人就自己爬在那个墙上，趴在那边休息。然后看到他们休息的画面，我觉得时间点来了，我就开始赶快立起脚架。这个日记基态互动方式也产生改变。从前面的模糊的身形，然后抓狂的摇头，到后来妈妈已经心思飘向远方。虽然跟小孩在一起，可是小孩跟妈妈好像在平行世界，在同一个画面，可是内心都在不同的地方。然后有朋友形容我这张作品，我觉得还蛮贴切。他说，小孩是动的，心是静的。然后妈妈是静的，可是心是动的。妈妈有想要表现出自己，除了妈妈的身份以外，她给妈有她自己女性的自我。妈妈其实都站在镜头前面，所以也表现出妈妈其实有去改想法。脚架一放，没有，对，就跟他们有一些这个距离，对，安全距离好啊，你不觉得吗？有时候要有一些大家呼吸的空间。现代的妈妈。看到老飞机嘅作品，就阿妹嘅人都感受到情，也如何并轻松一下。也许小孩在那个瞬间他不受控制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很想抓狂。那我觉得透过艺术的语汇，我觉得那个反思、那个咀嚼的过程，就会让我觉得更平静，然后也更坦然的去面对。就像我的脚架的相机一样，它是第3只眼睛在看这一对母女他们的状态。花莲的大自然给我了很多力量，然后现在用影像来看自己，或看自己跟孩子的关系，这其实是一种跳脱。老飞机从來唔是用命令嘅方式來指揮，係聽嚟聲音嘅節奏，為自己到最自然嘅世界，實實落快門揭拍戲，做係解凍分件。最終一張相片記錄嘅係釋法，係自慰當中嘅愛，又會做阿妹莎轉身嚟面對兩個角色嘅矛盾老想法，大部分安樣自家也得到愛奶。